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佫无到2个月，伫要过新正年，超商主文围炉菜生意早就已经开始起鼓，正甲热噗噗。今年佫较无共款，一寡超商拢推出和米其林餐厅做伙合作，互消费者免排队，就会当食到星级的料理。像讲统一超商含摕到米其林一粒星认证的天香楼来推出东坡肉，全家便利超商甲白白摕到米其林一粒星的山海楼推出围炉菜规套的组合。佫讲伫咧超商注文会当去餐厅体会，好食的滋味绝对袂走味。今年农历的过年有较早，超商做年菜早就开始咧拼生意咯。统一超商合作米其林一粒星的认证的天香楼，杀出这个油金香杠杠的东坡肉，简单用看就安尼，互人眼熟熟。一种方便吧。不用跑到大餐厅去排队人挤人。假使讲你若是这款年菜有食较野鲜，安尼嘛无要紧。超商嘛有这个外国的口味，这个出名泰国式料理的这个柠檬鱼，唔免排队，用注文的就会当来甲试一下。还是讲来甲试看这个煎甲安尼金酥，外形敢若亲像面粉圈的这个金煎虾饼，安尼嘛会当互这个年菜食出新滋味。年菜的部分自己煮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你如果你有推出其他国的年菜，你也会想说买来尝鲜看看。以我们门市来讲的话，像我们的销量有比去年增加大概到2到3成。这个超商年菜的注文，伊的买气真旺，专家超商嘛用这个星级的美食咧大车拼，除了含米其林一粒星认证的这个山海楼，杀出规盘的年菜，嘛佫主打这个超商注文餐厅体会。安尼通互这个好滋味，真方便就食会到。还佫有联名这个米其林指南推荐的东京汤面名店银座糕，杀出独家的汤面料理。来年附是含这个迪化街的老店丁湾，杀出普罗级的南非包酸贝、佛跳墙。OK 的超商含凯达饭店，独家杀出这个有1100公克的霸王猪脚。4大超商结头壳，年菜好料安尼逐项合，这就看消费者在人介意，随人落地。记者综合报道。